上60歲嘅人唔係了唔得到做啱，點都做得開創第二人生。花樣同學費都係愛團太高太低，向下挑戰唔識做過嘅事情，完成頭擺嘅夢想，尋找深度嘅熱情同期待。準備了6月20日起時，每禮拜暗晡8點，向下來參加一場體派的花樣同學費。各位電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氣來咧》，我係鍾意權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吼，就會同大家來推薦，剛下人看到嘅樣片，吼係人花樣同學費一個節目嘅預告片。一個節目已經開始播嘅係第3季，清新嘅第3季，韓國非常嘅精彩嘅，最近做得同大家來保證非常嘅好看，因為底度有當到一條斯坦人家就去參加當到嘅挑戰啊，挑戰自家嘅記憶，也係講自家嘅行動力、自家嘅體力。故說今日節目當中哦，就要來同大家來分享一個節目哦。先細格格分享呀，花樣同學費嘅主持人啊，其實佢主持沒有主持福氣來的啦，來分享嘅個女神易容姐分享。阿權們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易容，係又係主持人又係來賓，佢似咩嘅感覺？對，分享易容姐來到節目當中哦，同大家來分享呀花樣同學費。接下來，另外一位來賓係一個節目嘅側行製作人，來分享李子謙 Daniel 分享。大家好，我係阿 Ken。好，阿 Ken 其實係馬來西亞嘅客家人，對不對？是的。頭擺係對客家話冇按熟悉，沒有這麼了解，對不對？但至少會聽啊。會聽。做一個節目過後，對，變得更會聽了。對，變得還較好哎。對啊，大哥大姐的客語真的太好了，所以趁機可以學習一下。對，真嘅，因為呢個節目的客語比例之高啊，對不對？有條斯坦人家條嘅客家話都非常嘅好。韓國除了客家話好以外，有個節目做乜咁樣精彩，就係因為佢條挑戰嘅動作，印象當中知道冇可能嘅事情。比如講，有乜嘅挑戰係廿一季這一季輕無窮用嘅，請 Daniel 同大家分享一下。這一季真的很多挑戰，蠻不一樣的，像是一對表演，然後最近我們從節目裡面也看到的水下美人魚，然後還有變裝皇後、騎馬射箭、空中瑜伽等等，對，蠻多特別的。對，其實唔管係動態的還是靜態的，其實一個節目都挑戰動到，起冇簡單嘅係就係主持人真辛苦。我大概看到易容姐也一部嘅分享嘅面書嘅內容啊，就知道你從咩啲嘅挑戰你去加強用。係啊，我哋做到啲第3季路39星嘛，我將一些弗拉門戈係我自己有睇做嘅事情，其他種佢我都冇做過。嗰種我大概講，我又有錢穿，又唔是膚淺又好洗嘅東西，其實我會穿呢。真嘅，係啊，唔過我知道你真辛苦誒。係啦，不過其實我哋學嘅東西，冇可能花太長嘅時間，可能輕鬆都2-3禮拜，都差唔多安尼。你睇按多那時間裏，其實佢拿學到佢錢啦，如果係想辦法去讓咪多所以多安尼。我覺得易容姐有一點謙虛了，其實看下條表演啊，你做得感受到。像一個節目要花2-3禮拜來做，其實就是幾件當辛苦嘅事情。韓卡姆斯講佢的親民有一類最後的呈現。這個呈現啊，唔管係成功，也係講失敗，其實都會俾大家看到佢的花嘅幾多散漫到底度。那易容姐，我咪想來問一下，你自家知道親難嘅挑戰係乜嘅？對你來講，我講親難路係唔強嘅東西嘛，我都強水，強。其實我以前啊唔會講自家強火，因為冇人唔強火嘅。不過我哋唔會行強氣嘛，我哋唔會去貼配去搞嘅火嘛。結果都係一擺又要搞火，火舞，又有水下美人魚。我本單其實如果強水，尤其冷水。我有睇上假使睇溫泉地方，我可能都冇人講，我唔知啦。不過冷水都係，因為我一下去如果應準，一準咧，你乜嘅事情都做唔到嘅，因為唔愛係唔愛漂都漂唔起來，係如果講愛嘅，我感覺愛憋氣啊件事情好，我都係
从小就强诶。哦，一切都轻强。要不有上面这韩国去，因为要同人强用个强水。然后有一个，你按强水做嘛偷鸭嘅挑战。对呀，做嘛给他才会偷鸭的挑战。我们一开始也不知道他怕水，就是因为我们跟他们讨论挑战的时候，有时候也会给他们建议说，有哪一些是我们没有做过的挑战，你们可以考虑看看。没有想到他们3个就直接选了，然后对拍摄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他们都怕水，对，所以我们也有吓到。你看我可能係上過美人魚會歸家，你聽表係強水啊，看事情咧。對。結果佢嘅路，以為在這韓球啊都，因為唔嘅美人魚，唔個做嘅，唔個腳其實嗰種塌起來，啊底下有嘅唔係冰腔下嘅一個很像蛙鞋，嗰種冇法度行路。唔可以變過來嘅時節，唔可以跳嘅，係嗰種唔可以歸穩。假使唔強水，唔要食水嘅嗬，唔要變唔得高，唔要飲食水。嘅這路係安尼，正面也喝水，反面也喝水。啊，你感覺冇人救唔嘅嗰種感覺，因為教練一定係負唔齊嘅嘛，因為唔都係飲食水嘅，安尼廿擺一路強到嘅，一路感覺我嗌攏飲食水咯，攏冇辦法。完成一件事情，古時候路一啲這路全都叫出來，真件叫出來。其實要在節目難嘅事情係唔單槍水一件事情。易容姐剛剛有講到，一般唔會去搞火，唔過廿擺嘅挑戰，其中一個係火舞，還蠻不錯，大家都來好好期待一下。第一度易容姐的表現也是非常非常嘅好看，但是呢，聽說過程當中非常嘅辛苦。係，因為我哋平常唔可以去直講，放一群嘅時間會太少。係，啊，而能嘅拿幾道東西，都係頭前有嗰種絲棒機嘅東西嘛，可以煎嘅油。啊，嘅教練一開始呢，第眼呢我有一講嘛，一路煎好煎滿，嘅油煎嘛鬼久，結果火一點出來，哇，鬼猛哦！啊，結果佢忙到吼，佢感覺到火把，如果火把係真簡單，你拿嫩吼出來安尼，佢有嘅感覺，佢有氣勢。結果佢火安尼，連以為因衝，唔過佢帶下嘅嘢氣啊，燒氣啊，太燒誒，燒到啊眼你本來我安尼，係優雅行出嚟，眼路姐，太燒誒，眼嚇到。啊，韓國有條土機係，眼係有啲睇嘅土機係。順後有白的絲棒機會點火嘅，然後做一道白的會燒嘅火，點樣嘅順風。係。啊，教練如果講，其實伊睇同嘅時間係千唔會有危險嘅。如果火在你旁邊的時候，你就會驚啊！啊，你可能如果唔平凡，伊如果有一片會驚，你就會就是會歪掉，會嚇到，係會驚嘅。真嘅係水深火熱誒，要當節目，這樣一每本去甲發現原來去甲講嘅事情係一度哦，對不對？有水有火，係，唔過等到係講嘅東西，因為我唔會想太多。古時特別嘅之前人講，我哋行一擺去做乜嘅哦，我也冇講，我哋講水哦，我哋講火，也唔會講。我哋自己也會講上我自家去做嘅運用咧。哇，咁安尼真好，因為對於一條斯泰人來講，要強用，佢就可能要講一條事情，啊，唔過佢就完全投入落去挑戰自家，韓國真辛苦嘅呀，第二哦，要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其實我本一條斯泰人，我本佢就了解到，我做一條挑戰，韓國人就想嘅動作嘅挑戰，就係一條泰人就會知道啊。所以冇辦法，按落嘅，做唔得呀的事情，唔會做呀好傷人做嘅事情。故時候，小妹，你要怎麼去說服他們？其實，在這一點上面，我們真的花了很多的心思去說服他們，就是可能要跟他們說，哥哥姐姐很謝謝你們來參加，那我們。因為他們很多時候，如果你讓他們自己想的話，他們就會想到說，我要環遊世界。對對對，我也要啊。對，如果冇錢呐。對啊，所以我們就要引導他們說，你可能過去有什麼沒有做過的夢想，或者是說，我們就像剛剛說的，就是把我們想要做的事情還沒有做到的，然後就是給他們挑選。那他們中間當然可能會擔心啊，就是像水下美人是例外。
他们真的是例外，就是觉得说，好像很好玩。但是火舞，他们会说火舞会不会很危险啊之类的，我们就会跟他说，其实我们每一集都会找老师来教，那也会在非常保护你们的安全情况下，为优先考量。那我们就是可以以你们可以做得到的方式去进行。所以就是会尽量的说服他们，然后安抚他们，然后我觉得有一点也是因为就是他们把我们当朋友一样，就是会相信我们，所以当我们就是跟他这样讲了之后，他会想说，好吧，反正过去也没试过，而且可能自己也想玩，那他们就会很放心的来玩了。然后没有想到一录起来就超开心的，对。不止感人，因为整件过程当中有非常多辛苦的素材。先休息一下，等下转来再跟同大家来分享。上来也在节目爱翕出来有幾冇簡單哦。She can't decide. She keeps on looking from left to right. Girl, come a bit closer. Look in my eyes. Searching is so wrong. I missed the right time to love and leave up and disappear right after the song. So give me the night to show you, hold you. Don't leave me out here dancing alone. You can't make up your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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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d. There's always my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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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e. I'm not trying to rewind, 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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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d. I wish our hearts could come together as one. Shawty is the eeny, meeny, miny, mo l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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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真嘅咁精彩！韩国底度，我有看到我嘅女神易容，真嘅非常非常嘅强，对不对？易容姐，你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刚刚没有看到你去港妹到底度，真的去拿个葱诶，其实个係有重量的吧？系啊，如果个真嘅呢葱诶，因为假是很强诶，你等都会很难甩，会飞唔起来。嘿啊。真难，其实如係愛立嘅嘢，一開始當然拿嘅就通做如係幾難記。因為佢唔係舞步嘛，如係佢衝嘅按嚟轉，如係一地某個時間嘿。啊，教練我記得一開始有講，以為很嗰種口訣，1、2、3、4、5、6、7、8、9、10、11、12，好，12，好，這是第一套。我哈，這是第一套，12個。我講有一道套，一共12。我講啊，你我想講。如果記唔起來，嗰個姐姐咁要才跳，因為幾難，佢其實幾難記，佢嘅順序，啊，一路變嘅口訣，然後第一關先上個我記下到，天一關如何親難，如何愛立嘅衝誒。嘅衝誒，我有看到嗰隻大哥，有真件有啲嘅立起來誒。教練太厲害嘅，一本單3天咧，係人你一定要愛立14下。14到1、2、3、4，14到。我認字呢哦。啊，人哋都上攀法練，因為人哋想講，唔先按嚟隔天嚟人哋先對一個目標來練，結果後來真件係無法圖，啊後來一路講咗6天，啊還係無法圖，後來表演嘅時間都搶存到泰國。要揀嘅練，啊人哋四妹都玩通咗，其他人冇辦法練到6天。因為人哋跪起啊，線上本人嚟衝嘅，韓國一啲係車嘅鏡起來嘅，嗰種，因為衝嘅打到會個痛，因為下班會失手會打到，啊，即係睇假如有18會武槍啊嘛嘅嘢，啊，可以用車嘅線練，啊練咧再練衝嘅，人哋跪起真嘅睇假如練練，同種大輪嗰個即係因為咪早晨嗰種9點去公園練，真件係咪早晨哦，啊練到速度改遠，行起人練嗌改皮膚人咧，因為後來表演過後，人哋訪問嘅高中生，因為有一路參加二隊嘅，因為嗌講
俺能更加跳呀，个唔能去学一叫，伊讲一学期。按压到个速成班，嘿，俺能2礼拜2到3个礼拜。班长也差不多。对，所以是很密集的按用训练，张有都按用给成果，韩国看到大家可能输送啊，给泰国屁股还掉在 OK 蹦，嘿，一路去奔冲的大道啊，好痛哦！突然2百个去，嘿，哇，韩国嘅歌唱当中啊，每周都看到其实佢哋愛向下做按用嘅挑戰。也就哥哥姐姐家的嘅感情，平常愛懂後，這樣有辦法按用當日相處都強哈，就像小朋友的什麼團隊一樣啊，而按用密集的這樣子的一起在訓練。故說 Daniel 係唔係每週都同大家分享一下？你看到也就哥哥姐姐強下嘅感情，有乜嘅本感同嘅？我覺得他們其實感情本來就很好，但是參加了我們這個節目之後。我覺得他們的感情又升華到另外一個境界，因為你看，革命情感，對，有革命情感，然後他們就是每一天這麼認真的練，甚至像剛提到儀隊表演，因為我們有一個大姐，她坐骨神經痛，所以她練到一半的時候，她就是有點受不了了，她決定放棄。那我們也沒有阻止她，我們就想說不要勉強，但她自己就覺得很遺憾，也很心疼。然後我覺得當下很感動的是，有看到其他大哥大姐安慰他說：“其實不要在意。”我有印象嘅，想起來有看到嘅畫面，我真係知道同感同佢就講唔怕，有按用嘅經驗，就會很美好的回憶，這樣子。後來強用人哋嘅制服，姐姐沒有做，一路睇帶下同人哋療養翕相，還係有強下嘅感覺。對，所以會覺得很感人，看到那一幕，大家穿上一起出現的時候。有，我知道法用同學飛亞的節目有其中一個可看的點，就是哥哥姐姐挑戰佢的可能想象當中冇辦法做到嘅事情以外，另外一類事情有一些的啲嘅，好像在圓或者是回味以前年輕的時候，他們想做但是沒有做到的事情，可能佢的很想要參加儀隊，我記得也是係以前佢的冇讀高中。故說冇辦法去參加儀隊，啊，那個也是我親有印象，就會記得特殊嘅時節，大家是被稱作是3劍客的那一集，騎馬射箭給西，然後後面他們就去騎馬射箭，我覺得這個設定比上嘅符合記得就是很適合挑戰這樣子的項目，對不對？你們自己設定的。對啊，因為那時是他們有說他們以前就是3劍客俠女嘛，哦，俠女，對，然後其中一個姐姐剛好她也是有提到說，她覺得騎馬很浪漫，特別是在海邊騎馬很浪漫，但是是浪漫類型的。對，但我們就想說騎馬好像是可以做，但問題是要怎麼讓它更特別一點？對，做給華麗的衣服。對啊，然後穿起來就最後的時候穿那個俠女的服裝出來，就很有架勢。所以我們就想說，能不能讓他們更多一點點挑戰，就是加上射箭這動作。那其實我們一開始要找馬場之類的配合，大家都聽到大哥大姐要來參加，他們嚇到，然後想說我們還是不要。做馬該會嚇到，因為他們會擔心他們受傷啊。但其實騎馬這一件事情，對於年紀比較大的長輩來說是好的，因為它算是一個很好的運動。但問題是我們要短時間內，然後要他們騎馬，又要他們可能射箭，或許會比較難一點。但幸好的是最後找到那一家馬場，就是很樂意，而且他有一直安撫這些姐姐們說，其實馬夠穩定的話，其實不用擔心太多，只是射箭的時候會比較辛苦，是一直磨破皮。對，一龍那時也是有一直磨破。對，所以那時我覺得他們最後成功去挑戰了之後，他們自己也有想說，那有空的話也想再去一直去玩，蠻好玩。對，那易容姐呢？你7次都有在射箭的挑戰，這種是參加以後，你嘅心情係乜嘅？我參加其實我睇的講述係對馬嘅規劃啊，乜嘅意思？因為我唔識騎過馬，可能萬歲我哋會去嗰種樂園，去嗰種迷你馬，可能頂多安咧。對。啊，如果係人騎輪馬，如果要擺係要引起引腳嘅，你就要真的像在電影睇天陽天時地會看到嘅騎馬誒。好羨慕哦！哦，真的困難咧，因為其實唔去設計去做嘅路嘅地方。
真正我骑马的人，伊迄谈论马的向下律动，所以你某种程度会抵紧跟马会往上。如果谈论可能师傅有一些勾一些，按那勾带，你们好像是一起工作，感觉很累耶。就是你要一起运动的感觉。部队初学者没累，我觉得我是货物，马爱乱，一直撞我，他的负担。嘿，你还刚说以为爽快，没以为下去，所以我一直很像一个货物。我说你刚说马爱。鬼唔爽快，一直冲动。嘿，一路讲我伊喺做伊啲东西，咩伊啲嘢，好好笑。嘿，嗰種藝大都講，藝音量唔多，藝音量唔多，節奏難哦，啲節奏鬼難。嗰種其實如果睇當個音粗一粗，所以你會殺尖的時間，假使你做個多嘅律動，冇按難，因為你知道你現在要上要下，可是你是一個貨物的時候。不一樣呢，冇辦法瞄準呢。冇辦法，我剛剛我這演的規律會都成果發表的時間，演的表現得比較過好啊，應該冇殺到啊。真的呀，感覺你是故意冇殺到，也很真勁。我如講個成果給辦個等到含卡內容到馬嘅律動。哦。嗰種我如講個我音按，沒辦法殺準瞄準這樣子。錄音，而且不能想太多，好像。你拿到箭的时候就要马上射了哦，而且不是哦，假使你吼睇马好冇错好，你连个箭你都没有办法抓住。录音人，因安呢，我如迄音内路内唔多诶，如韩国唔是讲我去绑啊，好绑个球我杀箭，如果难，不过这伊能刚刚我个厉害，伊能如迄一拜因为因熟练。结果我还因退步，因为后来有人讲将军给能力比较低一点。对啊，嗰種就看得到吼，家到出題去家參加挑戰以外，可能咩因為有個挑戰，中醫嘅也就發通，中醫嘅也就運通哦。還有當到有關法用同學會節目精彩嘅內容，先休息下，等下再同大家來分享哦。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總員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吼，呢節目我哋法用同學會，一下啲當禮拜日按晡頭8點都有播出，大家做得看。啊，已經播出嚟，大家咪做得上 YouTube 都做得看到呀樣片哦。韓國剛剛有講到當到呀節目精彩嘅挑戰，按到無腔用嘅挑戰對無腔用嘅設計啊，就做嘅無腔用嘅內容。啊，接下來我同大家來分享一個談到一個主題嘅，真係係木柱就會跌下來，下岩咩會跌下來嘅，也係某個主題，也按到變裝皇後，也主題還蠻播出。啊，唔過我談到也就超過60歲嘅阿伯阿叔也就會挑戰一件事情，係冇辦法想象嘅。係啊。人哋咩？人哋一定一叫嘅哦，而家嘅哦，你哋名單上一叫嘅，如上個某人會答。這個對於做天使嘅人就會知道這個很棒，很有點。一定要做。對，一定要做。但是對於我就像我爸爸、我嘅阿叔，也都有可能會參加的挑戰嘛，冇可能啊。因為我們其實真的，我每一組我都有問，就看到大哥，對，只要是男生，我就問說，要不要參加變裝皇後？但我就是抱着就是問一下就好了。對，結果沒有想到，就是問這一組的時候，他們說好啊，那就來玩啊。但說實在，有一個大哥其實他是比較算是陪同而已，他就想說，他們答應了，那我就陪你們玩一下好了。然後一開始他很抗拒。然後只是沒有想到，就是因為我們的老師變裝皇後的老師一出現在他面前的時候，他整個眼睛是亮起來了。對，真的，他的科學長對，他就一直這樣看，然後整個練習不管是化妝之類的，他都很享受在其中，甚至是3個大哥，我記得就是化完妝之後，
他们就一直拿起手机，一直自拍，狂自拍，拍自己七嘎八的女装的样子，看自己有多漂亮。对，哇，啊，大也给加特那么啊，从那对啊。哦，有看到呀，哇塞！对，然后他们衣服都很劲爆。对，衣服不是大腿露出来，就是整个上半身露出来耶。我们一开始真的其实很担心，但很意外的是，其实我没有想到，其实客庄的这些长辈大哥大姐，他们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保守哦。因为甚至在我们参加那个成果发表是他的外甥。其中一个大哥外甥的婚礼现场，等一下，太不可思议了！第一呀，七嘎亲戚结婚的场合，这不是应该是这个应该是长辈啊，都是长辈啊。结果伫搭苏青台上诶，迄个泰国的阿妹，咁咩演技动态耶？系啊，伊看到鬼欢喜。哇！啊，人讲还佫跳一摆嘛，哎，超兴奋。对，所以。要的有了解到要在发通变装皇后，要在挑战项目以神奇的素材，韩国真人去自家投入要在表演里度。对。不过亚新爱知道那个易容姐每一集其实都懂讲，什么芭蕾舞啊、水下美人鱼啊，还有什么空中瑜伽。华尔兹呀的全部就懂讲，不过压一些吼，我觉得他的光彩已经被大哥们压下去了。里面要大班做 drag king、queen， 不说什么要大班做谁来，如迄个菱角诶挖出来，不说如舞啊、啪啪啊，如看起来过凄美的感觉。对，不过要表示讲泰国也得嘅化妆韩国表演非常嘅成功。系啊，非常化妆迄伊能去甲发呢？去甲发？一开始欣赏高的时间，如发一般发矮，嘿，啊发一个 drag queen， 好，我用的变装皇后很用的一种，啊哥哥伊能迄欣赏安尼发嘅发矮，伊能如好去甲发去甲。哇！古说眼影也得会设迄嘛个我用的，迄伊能去甲现切，迄伊能去甲大皮的。所以我给他都懂腔哎，比来喊他腔，而且那个妆是很浓的妆哎，跟木米模哈，包括暗用反是效果舞台妆，模暗过好嘅给他都就好不好起来。我说唔可以能放做咩过去啊，也还冇给啊，你能完全搞不清楚，因为完全不认识这些化妆品，对不对？比方讲眼线笔嘛，跟眼线笔的那样，眼线笔会放那一片啊，眼线笔那一片，过去没有。对，古时候大家都在落好其他。其實還有動到精彩嘅內容，也在法用同學會愛同大家來見面咯。唔過我想來問一下兩位，做嘅也在節目已經第三季嘅，呀3季對人家來講有沒有什麼啟發？比如講鼓勵人家做嘛嘅？因為其實有幾下先眼看到知名度會吃到有些感同，像個流氓汁嘅感覺。Daniel。其实我在第一季就是做的时候，我就已经很深受感动，我就觉得真的有什么事情赶快去做，所以我就马上去报名那个小提琴。对，然后不但有学过，有学过吗？以前一直很想学，但一直没有机会去学，所以我就想说，那倒不如就趁这时候赶快去学。还有最近就是水下美人鱼拍完之后，我就马上跟教练报名那个自由潜水的课程。对，自由潜水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极限运动之一，可是很好玩，很好玩。对，所以因为苏豆瑶的节目给启发你们想要去挑战自己的感觉。对，就是觉得不要到了就是可能年纪大的时候才觉得，我没有体力，没有时间，那为什么不要趁现在有这想法的时候就赶快去做？这也是我们节目一直想要倡导的。对，有一点迄样嘅都係某個事情，跟後生先去做。然後一點都係，我哋以前我感覺60歲可能老嘅，不過可能也節目唔老啲，唔算老。大家如果後生，而做嘅事情還可以做，就算人家感覺唔太老嘅，可能唔咩按老哦，唔可能想做事情，因為人哋也貴做嘅，嗰度係後生嘅嚟做嘅事情。啊，如果60人歲嘅嗰個即係人去做，佢用做按好啊，係，嗰個冇乜嘅事情係，伊度歲嘅都
无好图做诶。我感觉讲也个很激励人，如系安尼。冇錯，故說我咪當初我分享俾我身邊嘅師太人，同大家來分享講，其實人哋年紀太係咩冇相干，其實人哋係做得做非常非常多嘅事情，也做一日節目輕鬆可以同大家來分享嘅嗬。啊，唔過一日節目嗬，福起來咧，我同大家來分享就係滿意愛滿唔安，這個要回答得很快速，是沒有算過的題目哦。那我先來問一下，咁喺眼嘅兩個叫下。我先一人一題好了，先問易容姐哈，像熊熊60歲過後會變做乜嘅樣誒？啊，這要怎麼形容？5、4，奧黛麗·赫本。哈，奧黛麗·赫本。哦，我覺得你這是我的理想啦。如果唔是做醫美，有冇？如果嗰度嘅面啾啾，唔顧行喺嗰講，係希望係安尼。是用氣質累積下來的。希望。走的，聽說走的，非常期待易容姐變成奧黛麗·赫本。好，那接下來我要問 Daniel 哦 ，Daniel， 你知道如果人生能夠重來，最希望自己可以嘗試什麼事情？最希望自己可以嘗試什麼？重來哦，重來。5、4。好好談一場戀愛。我知道，現在就可以，不是要重來啊？沒有，以前比較避暑。年輕的時候談的戀愛跟30歲之後談的戀愛不一樣。妹，你那大部分黑，我要先再出生一次。出生一次，我覺得還。如果人生要重來，我要得先再出生。我自己很滿意我現在的家庭，所以我覺得對。哦，好，那好啦，比較輕鬆一點的，好了啦。疫情解封之後，最想做什麼事情？易容。你冇帶做係咩啊？好，輕腦帶做係咩？輕一電腦都跟唔關。我也是。那 Daniel 呢？回馬來西亞。回馬來西亞，因為當久冇轉去，對，3年了，快3年。哇，3年誒，按久嘅時間。對啊。哦，好啦，故事唔看哦，一就快問快答，就係本大家來分享一下，也兩位來賓佢的新關度嘅想法，吼，同大家來分享，本大家來了解佢哋。啊，唔過前面一啲啲嘅時間，再個來問一下，其實法用同學會有個節目係一徹啲嘅做，也下係蠻補貼第3季，剩下來還有第4季去做，一條角色其實都難突出來，因為他們要有非常鮮明的性格跟特質，係用蠻去突出來嘅。其實我覺得沒有說特別去挑，反而是只要有人來報名，我們就很開心。真的嗎？對，因為真的很多大哥大姐還是會擔心太多，所以只要他們肯來，我們就很歡迎。然後我覺得這一次為什麼個性很鮮明，是因為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去了解他們。然後就是在節目裡面，就是可能需要靠易容跟可能導演，就是讓他們把他們的個人特色給發揮出來。對，那易容姐再個同電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講一下，來參加法用同學會嘅節目，做得好視度嘛嘅，做得 TV 度嘛嘅。我講我鄉親朋友假使有看法用同學會，大家應該都會心癢癢吧？係啊，如果唔是強減少，如果同人哋報名，因為還有第4季。係，如果係冇上岸到，因為嗰度嗰個姐姐來參加嘅，一開始講啊，就係咩1點鐘嘅節目攞去把3夜。如果也最尾變上 YouTube 向同大家分享，如果係過好嘅飛業，我感覺過帶帶大家來辛苦一下啦，3日啦。如果嘅飛業係過珍貴嘅，一生人嘅飛業全部就當珍貴。故說前面吼同大家來分享吼，當禮拜日按晡頭8點，聽說會準時收看法用同學會哦。今日非常什麼呀？易容姐，還有阿 Ken 來到節目當中，什麼呀的？謝謝。咩什麼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嚟做運動哦。好看福起來嘅朋友，記得去人哋面書簽讚，韓國聽嘅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記得攞樣片分享出去哦。